Dalam August. Ya, ada masawing X singki used to something yung ada. Ada.你要先拿餐盘。哦，这边有饮料，还有沙拉。那在爱沙尼亚有一种传统的饮料叫做伽马。今天这里没有看到伽马。下面饮料都可以自己倒，就拿杯子自己倒。好，这边还有面包。这里就是爱沙尼亚很常见的一些早餐的选择。这里是面包，那当然就是大家都知道欧洲很多肉桂卷。那我今天要吃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。亲切的店员，美丽的姐姐帮我们做。那爱沙尼亚的那个松饼啊，跟台湾的那个可丽饼有一点点像。可是饼皮的效果就是饼皮是软的，完全不是脆皮的。松饼，那我今天叫的是我点的是火腿起司，然后蘑菇松饼。一份是5.5欧元。这边还有它的一些主餐类的东西，像是酸菜啊 ，golette 是他们的那个家常的肉，还有一些他们的料理，还有罗宋汤，这里我会喝到罗宋汤。现在在咖啡机，那咖啡这边的贩售价呢是，有这里。小杯好了。记得拿这个托盘哦。我等X sodik噶，来的。这里的甜甜圈很有名，然后叫做sodik。Mamak sangka Dika. Oke. 这个是个非常气氛的小店也是当地人的早餐店。有些乡村感和历史感。很喜欢它的壁橱，非常好看。这边就是我刚刚买的早餐。蘑菇火腿cheese蘑菇松饼，应该算是煎饼。
那这一份早餐呢是8.4欧元，8.4。然后有煎饼，有甜甜圈，还有咖啡。那我现在要开始切给大家看。那这个配的那个蘸酱呢，就是那种酸奶酱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个煎饼就是偏软的，也像可丽饼的皮，但是台湾的是脆的。那这边的话就是软的。那里面的话呢，就有 cheese 跟火腿是看得到的。我等一下来找蘑菇。有蘑菇。这里面呢有满满的蘑菇。那这边的配菜非常的简单，就是这边的配菜呢，就是大家刚刚看到的红萝卜，然后这个就是酸奶酱，酸奶酱上面会点缀一点像是石螺这样的香菜，然后这个是煎饼，好吃给大家看。我觉得相较于我们的台湾的食物啊，这边的食物它本身的调味上味道比较没有那么明显，就没有那么重，所以吃起来调味是不太一样的，就是他们当地人的这个传统早餐，然后来加一个有酸奶的。我觉得这个分量算蛮大的，是可以吃饱的那个，我觉得算是主餐。而且其实，许多养分就是营养素也都有了。那这是我们这边的当地人的早餐店。